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睇片之前呢，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多謝晒啊！梁朝偉罕拍具國內特色嘅開運酒廣告，網民指呢不符形象，問係咪 AI 嚟噶？嗱，首先，尋日我哋油麻地小編呢就煞有介事就 WhatsApp 我，就 send 咗一條片來。咁就問我呢條片係咪 AI？ 咁我睇完呢，我就覺得又唔係好似 AI 喎，其實都好真實。咁我跟住我就上網就 search 下啦，咁我就發現，咦，原來阿梁朝偉真係就代言咗內地嘅呢隻酒喎。咁我就先至發現，原來嗰條片係珍珠都冇咁真。咁但係呢，嗰條片就對於一向你係認識阿梁朝偉咧，你睇開佢嘅咧，就覺得就相當之違和感啊，好重嘅。咁咩一回事咧嚇？咁啊，康城影帝啊，梁朝偉一向俾人感覺都係啊憂鬱啊低調咁樣樣啦，亦都多次啊自認係社恐啊嘛，係咪先？咁啊，平日咧宣傳電影咧都好少喺公眾面前展露太過活躍嘅一面嘅。不過呢，咁啊，近日梁朝偉為咗內地嘅品牌拍攝賀年嘅開運酒嘅廣告呢，咁喺網上面瘋傳。片中啊，佢一改平日內斂對住鏡頭笑容可掬咁樣推銷產品啊，咁啊令到網民懷疑片中究竟係咪本尊嚟噶？咁啊更加就問佢話：喂，呢個到底係咪 AI 嚟噶呢單嘢？咁啊，真係有人問，油麻地小編真係 send 嚟問我係咪 AI？咁啊，廣告當中咧，就見到啊梁朝偉就對住個鏡頭好興奮咁講啊，春節快到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東西。隨即咧就展示咗一個巨大嘅紅色禮盒，佢又表現雀躍，七情上面就話咧，開箱我還是第一次，哇，這麼大的一壇。跟住佢就話，感覺喝了這個開運酒。就結了天堂的好運。哎呀，唔好意思，我自己讀都自己有啲尷尬，我自己吓。咁啊，粉絲就直言呢一個嘅廣告嘅美學咧，同梁朝偉平日嘅形象嘅違和感係相當之大，令到人難以置信啊！有內地嘅網民睇完嗰條片之後咧，更加就話：這個真的是那個社恐嘅男神嗎？呢個係咪真係嗰個社恐嘅男神啊？咁啊，不過官方咧就否認咗係 AI 啦，亦都親自澄清係千真萬確本人出鏡。發言人咧更加透過呢一次嘅拍攝咧，團隊特意喺呢個梁朝偉經常去嘅茶館嗰度取景，並且咧喺呢個現場擺咗佢最愛嘅綠色嘅植物，令到佢放鬆心情。仲主動咧加咗幾句嘅祝福語添。睇相先啊！有人就同我講話頂唔順啊梁朝偉呢一件褸嘅。嗱，冇錯啊，冇錯，阿影帝係代言嘅就係水井坊啊呢支酒。哇，這麼大的一壇啊！一陣間梗係有片睇噶啦，廣告啊。咁你睇到阿偉哥咧，叫佢聲偉哥啊，都好雀躍嘅，講得即係真係好似帶貨咁樣樣。簡單講就好 hard sell。有網民問劉嘉玲係咪入股咗品牌？我覺得有個網民留言係仲更加妙嘅，嗰個留言就係話，到底劉嘉玲爭幾多錢街數先會令到梁朝偉咁樣做呢？呢一個留言我覺得係冠軍，夠好笑吓。咁除咗 AI 疑雲之外咧，梁朝偉身上面嗰件搶眼嘅綠色大衣咧，亦都成為咗焦點。佢着咗咧略為 oversize 嘅孖襟綠色大褸，配上咗咧深色連帽嘅衛衣。內地網民認為咧呢一隻嘅鮮豔綠色咧，同呢個型即係有型啊，實在。即係話佢難以駕馭啊，戲稱話佢好似着咗東北過年必備嘅軍大服。不過呢一件外套呢，其實係
華倫天奴嘅當季新款嚟嘅，成2萬幾蚊港紙噶啊，唔係我哋嗰啲，唔係嗰啲東北嗰啲軍大衣嗰啲，唔係啊。有唔少網民得知價錢嘅時候都驚訝，馬上改口風，就話阿偉哥梁朝偉呢着咩都係咁好睇嘅。咁啊，梁朝偉近年呢已經係半退休狀態，生活係悠哉悠哉，理論上咧絕對就唔憂做嘅。咁啊，今次突然間接拍呢一類咁土氣嘅喜慶白酒廣告咧，令到唔少香港嘅網民啊大感不懷不解，亦都覺得水土不服嘅。咁啊，留言話梁朝偉你應該不缺錢吧？為什麼要接拍呢種廣告呢？阿朝偉哥，你都不敵資本主義嘅侵害嗎？阿梁朝偉，你被綁架了就眨眼吧？還是劉嘉玲有入股呢個品牌？不過無論如何啦，呢個廣告已經製造咗唔少嘅話題啊，宣傳嘅效果已經達到咗噶啦。咁啊，除咗開運酒之外呢，梁朝偉去年亦都係拍攝咗同一個品牌嘅另一款嘅酒嘅廣告，風格呢係較為踏實嘅，同埋自然啲，同埋有質感。咁啊，相信有唔少嘅觀眾咧，都係覺得啊自然好多咁樣樣嘅。嗱，呢個就係上一輯嘅相片。梁朝偉，嗱，我哋 search 下梁朝偉水井坊嗰支酒咧，我記得個價錢咧。而家梁朝偉呢個廣告水井坊呢個價錢呢，好似係2000幾定3000幾人民幣，呢支酒唔平啊！同大家睇咗呢條片先，可唔可以一齊望一望啊？睇下呢條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由頭睇下。大家好，我是梁朝偉，春節快到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東西，水井坊開運酒。我的新年必備，開季完熟，開箱我還是第一次。哇，這麼大一壇，還是天壇聯名。哇，這麼大的一壇，你睇下我哋偉哥真係今時今日要使幾多錢先至可以叫我哋偉哥做到呢啲反應。新年必備，開季完熟，開箱我還是第一次。開箱我還是第一次。跟住咁樣入頭，然之後打開嗰種雀躍，全部演技啊！你見到滿身都係演技，影帝即係影帝。哇，這麼大一壇，還是天壇聯名。你見唔見到佢嗰個驚喜啊？做到足啊！打開咗，一入頭打開，跟住望到嗰種驚喜。滿身都係演技，真係睇多次，佢打開嗰下好有戲嘅，你睇佢岌頭向下，好有戲，好有戲。還是第一次。個嘴，哇，這麼大一壇，還是天壇聯名。這個設計很妙，做得特別的精緻，很有文化感，感覺喝了這個開運酒就接了天壇的好運。還是馬年的鮮亮，有點捨不得開。嗱，你見唔見到啊？佢話我有啲捨不得開。你見到影帝嘛？你見到影帝話佢真係有嗰種不捨嘅表情出翻嚟嘅。嗱，佢每一個 detail 你睇一睇。嗱，演技就係咁鮮亮，有點捨不得開。嗱，見唔見到啊？佢真係有啲唔捨得噶。好運，還是馬年的鮮亮，有點捨不得開。還好我手邊正有一瓶小一點的開運酒，水井坊與天壇同承600年的好運，就在這一杯。這個新年和我一起喝美酒，借好運。最後佢一啖都冇飲到嘅，吓，喂，幾多錢啊？幾多錢啊？有冇人估到啊？呢個代言？有冇人估到呢個代言？好，你哋覺得？我問你哋啊，等我數下嗰啲幾多位數字先，等等啊，
等陣先啊，個十八千萬10萬8萬，8萬就係1 2 3 4 5 6 7，七位數就係8萬元，8位數就係1000萬元。好，問你哋認為水井坊代言梁朝偉係7位數定係8位數？你哋認為？即時留言板嗰度打7定8，你覺得7位數就打7位數，覺得8位數就打8位數。係屬於8萬定係屬於1000萬嘅呢個 project？ 此 project 我哋影帝呢個 project， 多數人都估8位數啊，有啲人估7位。8位，好多人估8位。好，我話俾你，我好負責任咁樣作為一個業內人士去話俾你聽，梁朝偉呢個廣告係必定係8位數嘅，係唔會係7位數嘅。OK， 不會係7位數嘅。你要叫梁朝偉出席活動都分分鐘要7位數噶啦，有陣時出席活動唔好話代言，所以佢代得言嘅一定係8位數，你明白嗎？咁大佬啊，8位數啊，8位數啊，呢啲係輕鬆錢嚟嘅，咁做乜唔輕鬆揾咗佢啫？啱唔啱啊？各位，明星就係咁噶啦，明星就係呢樣好，係嘛？冇錯啊，大陸市場好大噶，水井坊一定8位數。咁會唔會9位數啊？又唔會，大家放心啦，唔會係9位數噶啦。呢個 project 我作為一個業內人士睇，呢個係一個8位數。咁到底喂，8位數1000萬又係8位數，9000萬又係8位數，咁幾多啊？咁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估唔到嘅吓，我估唔到嘅。我估計啦，我自己估啦，成單嘢係應該係2000萬樓下嘅嘢嚟嘅，我認為係啊，2000樓下嘅事。OK， 估計啫，冇真憑實據。得個支持啊！大家即係用我知價嘅情況嚟去分析，我估計係2000萬樓下嘅代言費吓，請阿梁朝偉做呢件事。好，咁2000萬講呢啲說話困唔困難啊？吓，2000萬去俾呢啲演技困唔困難啊？一啲都唔困難啦，係咪？有人俾2000蚊我都講啊，唔好2000萬啊，俾2000蚊我都講啊，呢就哇，好大的一壇哦，我喝了一杯就接了好運啊，真係啊！多謝各位收睇香港新聞頻道，請記得訂閱我哋香港新聞頻道 YouTube Channel， 記得撳埋個所有通知，有意見記得留言俾我哋，幫手 share 我哋嘅影片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多謝大家支持，下次節目再見。我哋仲有好多影片俾你選擇㗎，拜拜。